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珠。先开始来关心，因为疫情的关系，教育部伫昨昏宣布，高中以下开学的日子延后4天，2月22才开学，这嘛影响大学的指定考试，要延到7月初3到7月初5。也若统测甲高中会考日子无变，也毋过会调整考试的范围，可以能够确保在健康各方面的维护109学年度第2学期高级中等以下的学校，我们会延后4天到2月22日来开学。教育部长潘文忠到指挥中心记者会宣布，各中高中小学开学日子对2月18延后4天到2日，主要原因就是疫情的影响。学校必须清洁消毒，并且准备物资。有小学的校长看到新闻讲，早就有了讲会延后来开学。过年期间嘛，那你知道中南部的这种迁徙啊，还有大家出去旅游啊，那难免会有一些状况啦。虽然知道2月18号开学，但是我们心理上可能都已经有一点点准备，是有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加4天的时间来做准备，加上去年延后2礼拜开学，加1学年的防疫的经验，小学校长认为这摆应该做起来就加真简单。不过真侪爸母拢爱上班的家庭就头壳摸咧烧。教育部的网站有真侪怨言，有人批评讲，雄雄安尼决定囡仔要送去倒位，也有人讲无考虑比赛甲升学相关时程的作业。晴天霹雳，因为已经安排好活动了，就觉得那个时间他们应该要回学校上课了。我还好，因为觉得差没几天还好，只是说他后面有一个什么20号要补假那一个，就觉得没差，因为该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就要在前面就做好了。对着家长的顾虑，教育部讲2月18到2月21，若受照顾12岁以下的囡仔，也是国中、高中5专前3年持有身体障碍证明的子女，家长内底有一个人会请防疫照顾假。天数我们并没有给他特别的规范，是用他的需求。延后4天开学，7月初2是最后上课日子甲休假日。大学的指考延后到7月初3到初5，不过四级二专统测甲各中会考日程无改变。考试的范围配合来调整。立原定2月20补班甲补课，教育部讲因为休班延长，2月20算伫个休班内底，免搁再补课。不过上班的人依然需要照常来补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各民众违反防疫规定，台中有一个20通岁的查某囡仔1月26对中国返来台湾，伫居家检疫期间2摆，互伊的男朋友去找伊。台中市卫生局认定违规的经济重大，罚伊20万。若伊的男朋友互要求慢请去上班，目前采检是阴性的。区公所伫现场查访调监视器，因为有人检举台中市一位20几岁女性，1月26自中国入境。进行居家检疫期间，连续2天和查甫朋友入去伊住的所在陪去，增加疫情传播风险。卫生局加重罚20万。居家检疫期间，竟然2度让男友到住所探视过夜，严重违反防疫规定。此外，她的男友虽然不是居家检疫者，卫生局已通知服务单位加强消毒。即马对居家检疫违规有罚，不过亲戚朋友若违规接触是无法则。而且传讲，这个查甫朋友的职业竟然是医生，所属的医疗单位接到通知，加强清洁消毒，也要求暂停上班，自主健康管理。即马一切是阴性，自主健康管理7天期满，2切阴性才能恢复上班。台中市长罗秀燕希望民众一定要遵守防疫的规定。消毒车伫台中市大路顶喷消毒药剂，这是全台湾上大台的消毒无泡车。因为往年台中市政府用3台无泡车消毒，也有其他的措施。我们的这个春节不打烊、垃圾收取的工作以外，第2个重点工作呢，就是会加强环境的消毒。因应这一次武汉肺炎我们在环保局我们成立了消毒防疫大队，那总共有200个同仁，他们来参加。消毒区域自原本579个所在，增加到716个，包括火车站、转运站、大卖场、百货公司。另外，伫人多的市场甲夜市也有消毒大队。为了要感谢清洁人员的辛劳，市长亲自慰问，也发15万加菜金，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过年。记者综合报道。伫要过年警政署对昨10点开始启动春安专案。内政部长徐国勇昨昏去台北市大湖分局慰问警察的辛苦，嘛强调今年的春安除了资本的任务，又搁加一项就是防疫。仍然，春安工作最主要是要把我们
在春节期间所有的治安要把它维护好，尤其在交通方面、治安、防窃、打诈、缉毒等等，我们的警察除了这一些辛苦的工作以外，我们又多了一样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防止疫情扩散的工作。市高雄昨昏起基层慰问基层的警察，今年警方的巡安嘛有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政策，爱做好防疫。若准违反居家检疫，也是居家隔离，警方嘛会依列通缉犯的规格去找人。来关心交通部观光局昨昏是表示，过年的期间会针对13个国家风景区，也有25间游乐园实施人数的总量管制。想要耍游乐设施的人真多，拢看袂到排队排较多。尤其想要耍真受欢迎的游戏，至少要等90分钟以上。受到疫情的影响，台湾人无法度出国，怎来带动各路的人潮？为着避免特别高的春节旅游的人潮，成做防疫的空棚。交通部宣布，过年初1到初5会针对13个风景区，还有25间观光游乐园实施总量管制，已经分流游客。封闭型的景点，我们大概在游客超过50%这个流量的时候呢，会加派人力来广播，请大家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哦。那在一些开放型的一个景点的部分最大一个容流量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一些相关的交通的一个节点来提醒游客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个分流的一个措施哦。交通部是延续去年清明连假的模式，针对游乐园面积甲社交距离来算，若是人数达到50%，业者必须执行分时分流空管入场。人数达到60%，就要宣导游客去边仔景点。像过六大游乐园的入场人数，内部乐园的防疫安全承载量超是37500人。六福村主题游乐园、九族文化村、剑湖山拢超是15000人，小人国超是10310人。意大世界是差不多伫咧7500人。如果我们的游客人数达到安全容纳量的5到6成的时候，其实园区就会启动就是提醒游客的机制。这些对策我们其实都有陆续在做，我们也是都会遵照他们的指示全力配合。那从今天之后，就是也是会比如说人流管制这部分都会再继续做。交通部表示，进行总量管制分流措施，若是人数达到紧绷，会透过手机的短信、官方网站来发布信息，还有写伫咧电子扛棒等等的方式，通知游客暂时莫去这个景点。游客进入园区的时阵，嘛要规个过程拢挂喙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天气稳定，只有东半部云较高，有30-38雨。来看云图，今日各地大多数拢是温暖的好天，无啥水汽。透早是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上低温出现伫新竹8度9。未来这几天嘛拢是温暖的好天，到后礼拜2才会变天。后礼拜2华南的水汽变侪，伫小过年暝阁有锋面会通过，全台湾拢会落雨，嘛可能会单春雷。锋面会陪咱过年，会影响到正月初1。因为无冷空气，所以敢若是落雨天尔，袂寒。毋过，另外要提醒乡亲，伫这几天天气真好，空气品质无啥好。中部、马祖空气品质是感觉色的提醒，若分嘉南、高雄、屏东同款是红色的警示。高雄甲屏东最近空气真歹，有立委昨就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要赶紧提出空气污染总量管制第2期的方案。不过环保署是回应讲，即阵也咧针对第1期的效益做评估，第2期的部分也未定案。提出高雄市街路规个无步，就连85层大楼拢看无的相片。民众党立委张其乐讲，最近高雄空气品质愈来愈歹。伊也讲，高屏地区的空气污染总量管制计划，伫咧2019年做3年管制，虽然有降6.31%，不过第2期总量管制方案该当伫咧2018年提出来，不过到今也未看到。它透过总量管制计划之后它这些污染的排放大概比这个没有总量管制之前贡献度在6.31%。那当然我们还是认为说这个还是低的，是整个计划的第2期它应该要赶快能够进去。总量管制制度并没有不见，目前的推动的重点是我们去修固定污染源、空气污染物消减量差额认可保留抵换及交易办法，让一些具有减量空间的业者有一些更多的意愿去做污染减量。
环保署表示，即阵也伫评估总量管制第1期的效益，目前第2期方案还无时间表。高雄市环保局表示，今年1月高雄捌2届受到境外污染物的影响，地数 PM2.5超标。不过立春过后，这日照的时间会较长，扩散的条件会大大变好。其实民众看到的都是能见度，不是 PM2.5眼睛看不到。在秋冬季节，我们南部地区就是会受到这个东北季风，从北极云夹子下来的污染物都会到台南、高雄、屏东这边北积呀。但是相较于过去几年，其实整个是都呈现有进步的情形。是哪些钢铁厂、哪些发电业必须要降载或者是休息，让这个空污维持在一定程度，而不是这么样恶化了这么多天。这个紧急应变措施也是现在这个当下应该要再加严标准，而且加速把这个标准立出来之后来执行。环保团体认为，政府得要赶紧研究大型工业区和发电业，因应气候的条件，紧急配合降载的标准，嘛要针对空污费征收细节全面检讨，才通让南部的空气雾蒙蒙的状况有改善。记者民警钟佩文台北报道。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财政部公布囤房大户，去年一个人有4间厝的，有要挖32万人；若一个人有10间厝的，是要挖2万人，这是比去年增加192个人。来关心《苹果日报》。后礼拜就是旧历过年，有一寡行业服务卖起价，亲像洗头毛、客停车，也是洗车。亲像去加油站洗车，即马卖变贵。真侪加油站拢已经有提出春节的洗车方案，加贵20块到50块。来关心《联合报》，印尼移工因为疫情的关系，荷兰政府要求暂时禁止来台湾。印尼政府希望台湾会当解除禁令，嘛愿意让移工伫指定的80馆经实验室做体检。咱劳动部是表示，希望印尼提供这实验室的名单。若印尼迄边提出移工来台湾免搭机票、食较大只的所费的政策，两国讲伫过年后要搁做伙协商。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个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另外，伫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14天的隔离期满了后，病院即马正在进行体检。按算伫3天内，要甲所有的员工、外包人员、工作人员大约2000多人全部做体检。若准无问题，2月7日开始，病院就会当恢复运作。不过要正常运作，可能要等到过年后。早起到真侪人挂喙安，保持前后的安全距离，去病院外口的采检站排队等要做 PCR 核酸检测。目前我们统计的预计要做的是706位。那他们一样是这边做完 PCR，然后拿那个白单回院里面去。到抽血柜。拿了单子以后，验血单到这边医疗大楼的2楼验血那边去抽血，然后3楼再检查衰检一次。为何玻璃糖病院发现群组感染，累计有19个人确诊。医方伫初3开始启动清零计划，1月3天以来会采检2136个人，包括全院的员工，还有外包人员。玻璃糖病院精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胜嘛带头采检，若是依赖采检地点是经伫咧立体停车场来确保通风真好。早起已经完成采检836个人，其中229个人嘛抽回检验抗体，进度是真顺利。员工他们要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定呢，必须要禁止交谈、禁止饮食，全程要戴口罩、保持距离而且我们也有这个人员会在现场维持秩序。桃园市长郑文灿主持防疫会议时阵表示，清零计划若是顺利无风险，预计2月7日以后，玻璃糖病院地当大大恢复营运。如果没有风险，那布桃会进入下一个，就是2月6号以后会进入这个慢慢恢复营运。不过指挥官陈时中是认为讲，玻璃糖病院是重度级的急救病院，恢复量能对地区的医疗是真重要。不过必须要让民众对依赖感染无疑虑，要完全恢复营运，也是要等待过年了后。检视清楚了之后，那我们还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演练，才会做开始因为在过年它过来就是一个年假的时候，那是有限度的运作，确保它安全。陈时中强调讲，清零计划检体会分散去4间北部的医学中心的实验室，等待检验结果出来了后，确保全部的人员安全，后续该做演练，完全无风险了后，玻璃糖病院才会全面恢复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例，死亡人数有226万人。来看详细的统计。
咱台湾昨昏卫生增加2例，目前计共917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伫日本已经超过39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700万例，印度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928万例。欧洲迄边，英国超过388万例，法国超过331万例。来关心英国发现病毒当中有一种新的突变，这种新的突变会当帮助病毒闪过咱人身躯顶的免疫系统的攻击，互预防射的效果降低。另外，英国的医学期刊嘛有公布洛西亚的预防射效率有91%以上，这等于嘛是解读证人对这支预防射的记录。英国公共卫生部的报告指出，英国变种病毒株出现11个以484K 突变的病例。这个突变在南非也有巴西的变种病毒嘛有出现。专家烦恼讲，以484K 突变可能会帮助病毒闪过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致使疫苗的效果降低，甚至有可能让患者佫一届感染。虽然目前对病毒突变的研究还有真侪无了解的所在，疫苗的研究所传来好消息。去年8月份，俄罗斯批准因家己研发的疫苗史普尼克 V， 上新的英国医学期刊《刺稿针》刊临床试验的数据显示，疫苗的效果比欧美的疫苗还佫较歹，嘛减少外界疑虑。Нам удалось показать, что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вакцин составляет 91,6%. Это, конечно, самое важное достижение. 公布这个数据，嘛帮助史普尼克 V 疫苗伫巴西会当提早进入第3阶段的人体试验。若是得到巴西政府紧急使用授权，药厂按算为4月份开始生产，5月份的产量会当达到800万吨，会当提供予巴西也有附近的国家来使用。另外，牛津大学公布的临床数据显示，甲阿斯特捷利康药厂研发的疫苗，注第1剂了后，3个月内伫人体会当产生76%的保护力。若注第2剂的时间又长到3个月后，防护力会当提升82%。不过，受测者的年龄大部分是65岁以下，侪岁人恐惊是无效用。为着确保疫苗送到位了后，注疫苗的流程会当顺利，韩国为初3开始，连续3天伫全国展开模拟的演习，结合国防甲医疗系统，测试疫苗的配送，也有冷链的保存，确保过程当中袂出差错。不过到目前为止，韩国注疫苗计划的日期也无确定。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初2时是签署3项行政命令，拢是为着弥补进前川普政府拆散移民家庭的遗憾。因为伫2017年到2018年之间，有5500多个囡仔，互美国政府对因偷渡入境的爸母身躯边强制带走，佮大也有600多个囡仔找无爸母。I want to make it clear, there's a lot of talk with good reason about the number of executive orders that I have signed. I'm not making new law. I'm eliminating bad policy. 美国总统拜登初2阁签署3份行政命令，头1份是由国土安全部成立一个专门协助非法偷渡家庭团圆的特别小组。第2甲第3个行政命令是要重新检视川普政府减少庇护、放慢合法移民入境美国，还有取消对外国政府资金援助的移民政策。2017年到2018年之间，至少有5500个囡仔去互美国政府强制甲因为偷渡入境的爸母分尸边带走。高达至少有600个囡仔找无因的爸母，生活伫青云人监管的环境当中。We're going to work to undo the moral and national shame of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that literally, not figuratively, ripped children from the arms of their families, their mothers and fathers at the border, and with no plan, none whatsoever, to reunify the children who are still in custody and their parents. 拜登还阁下令要检视前任政府受到争议的移民保护协议，甲65000个寻求庇护的人强制送去墨西哥，等待美国法院的审理。不过，对过去2年，调伫美国墨西哥边界花瑞斯城，想要入境美国，甲后生还有查甫朋友团圆的洪都拉斯母亲来讲，听到移民政策改变的消息，煞袂感觉欢喜。Pero yo le pido a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que me permita estar con mi hijo porque él me necesita y yo lo necesito a él. Ya son 2 años que tengo de no verlo. 2 años de estar esperando aquí a que me dejen estar con él y con mi esposo y solo les pido, ¿verdad? De por favor que me dejen estar con mi familia, reunirme con ellos. 白宫发言人沙奇迄天伫记者会访问着相关的问题，伊讲代志毋是一步就会当到位的，要建立一个人道移民程序需要时间。We are trying to repair the damage and the horrific actions of the prior administration by trying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reunite these kids with their families. But it remains
a dangerous trip. It remains a time.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e time to put in place an immigration process so people can be treated humanely.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洛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昨昏被法院判3年半有期徒刑。这消息一出来，支持者随上街头抗议，警方冒掠走要挖1000个抗议民众。俄罗斯上有名的反对派人士纳瓦尼向指控早期偷用公款的心理案。莫斯科法院伫咧当地时间周日做出判决，裁定纳瓦尼违反2014年缓刑条件，必须要封关。面对判决，纳瓦尼若像心内有数，伊出庭的时阵不三时微微笑，搁真侪届对伫咧现场听判决的太太尤利亚比爱心。伊嘛伫咧庭上指控，总统普廷敢若是想要透过法院的判决来恐吓所有的反对民众。纳瓦尼进前已经去用软禁要1年，律师表示扣掉刑期，伊实际上要去封关2年8个月，会提起上诉。判决结果出来，就随引起外界不满。莫斯科当天就集合成百个声援纳瓦尼的民众，啊，毋过也是去互强势警力来镇压。人权监督团体指出，有900个人去封掠，国际社会嘛有真侪反对的声音，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甲法国等等的国家，拢呼吁随放人。啊，毋过俄罗斯外长电倒指控西方国家干涉俄罗斯的事务。分析师是认为讲，普廷急要互纳瓦尼来封关，是惊伊影响大选。公司新闻7万0编译。今日国际上还阁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官方对进口食品做普遍的体检。天津市有一批进口的冷冻白带鱼，防验出有病毒，确害是已经卖出800多箱。来关心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昨昏有医护人员甲民间团体发动罢工，佮逼出代表反恐专制的手势声援昂山素季。来关心美国有9位议员提名香港反送中，香港这个民主运动去报名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希望和平奖会当表扬抗争者，和抗争者大大勇气甲决心。来关心香港版的国安法实施了后，真侪香港人离开香港来到台湾。根据移民署上新的统计，去年香港人申请来台湾居留许可人数是有史以来上悬的，有10813个人，这是去年的1.8倍。伫台湾创立线上语言教学平台，担任管理阶层。今年30统外赴港女，去年2月经由创业移民对香港来到台湾。伊讲读册时阵就做摆来台湾，佮拄到香港反送中运动了后，对着香港的局势无乐观，有时决定来台湾。自认来台湾适应良好，不过也讲台港依然有明显的文化的差异。我都会看香港的新闻，然后也会就是关心香港的情况，当然也会担心就是家人的情况。我们之前就是有很多的自由空间，那现在香港的情况我也是很担心，就是怎样大家怎么走下去。离开香港短短1年，伊坦白讲，这阵香港经济真严重，已经不是过去自由的香港，更加无想到港版国安法的实施，互香港人真惊吓烦恼。伊认为有真侪香港人想要离开，不过考虑工作、家庭的因素，选择留下。不过也有香港人为着要互下时代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决定离开香港来台湾。因为他们是想脱离这个香港的感觉比较重，还有他们。有些就是不愿意，其实他们不愿意离开香港，是他们会带着一点怨气。根据移民署最新的统计，去年香港人来台湾居留许可人数创下历年来上多，有10813人，人数是去年的1.8倍。陆委会讲，主要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互香港人想要离开。港人对香港的环境，包括营商的环境，都感到没有信心、不安。所以普遍有移民的打算。对香港领导援助关怀行动专案，陆委会讲已经协助部分个案伫台湾读册就业。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艺人鸡排妹郑家纯最近对外指控讲，伊伫主持买艺时哄骗嫂，掩个外界领导开始咧并伊过去的清查言论，翻头咧检讨伊。学者即嘛是表示讲，这是一般的受害者拢会遇到的难关。面对性骚扰被害者，一路行过来，要勇敢无简单。艺人鸡排妹郑家纯伫网络指控，伫咧主持买艺活动的时阵，互公司的头家甲歌手王力友性骚扰。鸡排妹讲，公司的头家伫咧啉酒了，讲诚侪无礼貌的话，真就是你个担心哦。虽然我结婚啊，毋过会当为着你离婚，要甲花侪钱随在你花，因为你是未来的头家娘。咱一未约会就花这个数字伤贵。除了讲话骚扰以外，公司的头家叫员工爱直咧闹，讲爱斟一个。伫抽奖的时阵，佮调工忘记手摕抽奖的号码，掩过伫法律上性骚扰要安怎界定？他的这个处境哈，一个这个成年合理的这个成熟的客观第三人。站在他的这个位置上，都会感受到不舒服。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如果我们认定他符合这个合理的被害人，好，那进一步就会来采信他的说法。港台演出的歌手王力友，共款互鸡排妹指控性骚扰。王力友伫事先无安排，要求鸡排妹留伫咧舞台顶做阵合唱，抑佫甲歌词无讲时间好好分离，改做伤离。赢倒手的时阵，佫希望鸡排妹卡装，最后对伊讲：“我一定要为着你开一间公司。”对此，王力友发声明，讲伊洁身自爱，支持鸡排妹提告。尤其是女性的权利，被欺负了，遭受侮辱了。我们都会为他感到惋惜、疼惜。是非黑白，应该是要由司法来做公平正义的主持。鸡排妹若感觉自己的权益受损，我们力挺他提出告诉，争取他应有的权利。两边的讲法无同，是调工或者是无说理，性骚扰要安怎界定甲举证？学者讲，无论是行行政申诉或者是司法调查。鸡排妹这么经历的，就是受害者会拄到的上大难关，爱接受大众的检视加评论，所以真侪性骚扰受害者都唔敢讲。一个性骚扰事件的一个发生其实不是我们正在走程序当中被调查里面的难堪，而是当我们揭露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会用各种的放大镜在检视我们的过程，所以会不会影响？然后会不会造成后续今天我退缩了？性骚扰罪是告诉乃论，若是被性骚扰。除了会当向县市政府主管机关申诉，会当提刑事告性骚扰，也个提民事要求赔偿。对王力友的讲法，鸡排妹讲，伊只是将迄天发生的过程照实讲出来，对方想要做啥，甲伊无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网络发达，嘛互性别暴力毋那干那言语，也是身躯顶的侵害。行政院即马参考国外规定，即马甲所谓网络性别暴力有列出10种的类型，包括群众、网络顶头的性骚扰等等，嘛呼吁证人爱重视即段代志。网络使用真普遍，也互性别的暴力，无过再只是语言，也是身体方面的实体侵害。利用电脑拍你、转发图片，也是利用社群平台追踪对方，造成的伤害愈来愈严重。不过，法制面安怎规范，就要先定义网络性别暴力。第一句就是透过网络或数位方式的这个方式先点出来，那后面的定义其实就是这个一般性建议第19号第6段所称的性别暴力。参考联合国后明这资料，行政院列出所谓网络性别暴力10大类型，包含网络群众、侵入传送攻击，也是侵发性电子邮件，也是信息，利用网络监视别人活动，恶意也是无经过同意散布，甲性也是性别有关系个人私密资料，网络性骚扰，有性别暴力的言论、性揩油，甚至造成死亡的威胁，用网络来招募进行人口的贩运。非法侵入也是偷摕别人的资料，伪造也是冒用身份，看起来真完整，不过甲民间团体期待也是有差。这10种太阳有点太过稍微扁平，然后不够结构化，然后也有比较没有包含到就是所谓现在台湾社会正面临很多更新颖的数位性别暴力太阳。科技愈来愈进步，亲像 AI 人面换地技术，伫网络也被广泛非法来利用，造成真大伤害。民间团体希望性平会用个加听因的声音，共同防范网络性别暴力。性平会也将公布的规范，和各部会检视相关法律面是毋是需要补强，同时进行正确深度实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做食餐厅咧叫家属，拢会叫大桶的，一摆叫几啊支，而且甲几啊桶拢接做伙。消保官针对6个县市51间业者做稽查，发现有10间餐厅无合格，无细致，恐惊会发生意外。几排桶装甲树串接使用，总共差不多200公斤。虽然坑壁边摆甲真整齐，毋过壁面无设严禁烟火警语，佫无防止倒去的设施，而且消防法规爱安装气体漏气警报器也无安装。进前消保官去台北市木沙鸟空稽查串接桶装甲树使用情形，发现真侪违规使用。其中，正大地行、农民客栈、大头仔土鸡城者拢被点名，其中鸟空小木屋违规使用情形上严重。发现有7项不合格。猫空啊、小木屋啊，我们查核15项里面，它就有7项不符合规定，防直射啊、防倾倒啊、自行检查啊、备用量那些啊，通通都有不符合规定的情形。行政院针对6县市做串接桶装甲树稽查，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彰化县、屏东县甲花莲县随机抽样，总共51间餐厅甲自助洗衫店，发现违规事项。大部分是无设漏气警报器有8间，无设防止倒气的措施7间，无依照规定每个月检查1摆7间，无标示警语甲灭火器有6间。另外，这摆稽查也发现有加数项违规供气的情形，也依法开发。那我们还赋予瓦斯行，它不可以供气，处罚供气的瓦斯行是有7家。消防署表示，串接桶装甲树危险性真悬，依法串接免超过1000公斤。过去发生起爆意外拢是气体外泄，所以108年已经受法管理。外接的讲免伤过长，甲餐厅甲树使用量爱向地方消防机关来通报。业者使用也要高度自主管控，若无用连续处罚，一直到改善为止。记者综合报道。地方向上头来关心进前寒流是一波接一波。屏东的朱天宫举办公益活动，送棉被甲商品券，互生活较艰苦的家庭，互因好过年。一卡一卡的卡网内底底紫色的棉罩被，这拢是屏东归来朱天宫特别传来互日子较艰苦的家庭度冬的。另外，年节特别到，饲庙也送低收入户的家庭800块的商品券。互因添新年用品过好年，就感觉很温暖啦。对啊，因为最近很冷啊，刚好需要被子温暖一下，所以很感谢。寒天啊，样遇到这个棉被哦，啊，遇到遐面巾哦，感觉心内足快乐。最近寒流一阵一阵到地，这款天气互人寒甲皮皮喘。为少有心血管病症，也是穿无够少的人，存过身去。即马朱天宫结合信众的爱心，举办公益活动，超过100个弱势家庭通受益。我拢一直认为讲，朱天宫就是爱做公益的活动。迄天有拄到一个低收入户，伊内底讲哦，伊领被教足久啊，拢无换，互我深深感觉讲，朱天宫透过这个善男信女这个善款来做寒冬送暖的活动。大寒的天有这份心意，受帮助的家庭感觉足甘心。那手尾袂过冷叽叽一直喘，心肝也对咧变温暖。记者综合报道。那婚姻馆乐龄学习示范中心自民国103年就开始推广乌克丽丽，即马时代逐礼拜拢有3天，会自动去中心做伙练习，展现食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侪老大人斗阵弹乌克丽丽，声音是真美妙。这是婚姻乐龄学习示范中心，一寡长辈来这学习，感觉真快乐，佮有成就感。即马差不多会晓教几条？哦，迄足济啦，足济哦，嘿，足济啊啦。啊，你去算袂了。大家你遮做伙做学习，感觉安怎？真好，大家拢真好。感觉有成就感。较有成就感。由婚姻国庆乡公所承办的婚姻馆乐龄学习示范中心，长期推广真侪课程，嘛有书法、体育活动，长辈是有真侪选择。但是乌克丽丽的课程才是因的招牌。高达已经成立7年，虽然有一寡人看无字也是谱，
但因拢真认真的家己记起来。那乌克丽丽他们是从103年度开始成立的。那乌克丽丽班呢，就是每周2、4、5他们都会自主练习，对。然后长辈们都是有一些都是看不懂乐谱，可是他们都会把它背下来。那还有就是，有80几岁、90岁的阿嬷，她看不懂国字，所以她就每天自己上课的时候，就是老师一字一字教，然后她就一字一字背，然后每天回家都在自主练习这样子。人讲活到老，学到老，这寡长辈当来展现这款精神，透过学习，唔但生活袂无聊，也对身体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温林未了，为着要迎接旧年，有规划真侪活动，有社区当咧无用做艺术春游，要迎接旧年。旧历过年就要到啊！云林未了有3个社区真无闲，因为因当咧发挥创意设计今年的春游。有的社区是用稻草绑的，有的是用竹架编的。春游伫旧历年有代表早冬的农作物要开始种植的意思，嘛有农民毋望农作物大丰收、风调雨顺的寄望。而且今年阁是牛年，所以以农业做生活基础的未了，专工邀请日本的艺术家来甲社区设计3只春牛。那个骨架要扎实一点，要坚固一点，那不然它抬起来了就会坏掉嘛。那稻草的部分是切旧的人都会做，所以一起参与。有人在顶骨架，有人在拔稻草，有人在编竹啊，大家拢有家己负责的工课。一群人做伙咧无闲，嘛互社区更较有过年的气氛。完成率可能已经达到85%了，现在就剩下那个牛皮的覆盖，还有牛角跟牛眼睛的一些小东西制作起来就 OK 了。跟竹子有相关的产业其实有点没落在，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次的竹编的牛，产生不一样的风貌。这挂春牛唔但结合各种在地产业，内底阁有民众对未来一档的寄望。等待完成了后，预计会伫未了乡的新正活动来展出。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做伙来去南投埔里看手工纸。这产业伫过去真兴，即马有工厂是转型做观光工厂，嘛有办展览，带乡亲做伙来去。纸是咱常在看得到的日用品，不过行到南投埔里遮，伫手工纸的工厂内底，看到老师傅老惯咧裁纸、背纸。才知影这毋是一层轻松的石头。这款手工纸的技术是爱靠经验、眼力来判断纸的厚度，佮爱细致认真，品质做出来是1等1。也因为安尼，手工纸的产量少，价销佮较悬，渐渐无法度伫市场生存。埔里较早做纸当兴盛的时阵有超过50间而且有几啊千个家庭拢靠这裁纸、背纸落去支持咱的。日本时代，埔里因为气候和水质适合，伫遮设制纸所，生产手工纸，搁外销去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即马手工纸产业渐渐无去，全台敢若剩3间尔。其中一位头家黄焕忠坚持做手工纸，也发现这道的危机。因安尼，伊甲纸工厂转型做观光工厂，研发技术和生产工艺品，也办展览，毋忘传承手工纸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这个应该讲是一个整个工厂技艺的一个保存。你要做很单调的、很高级的，那么人家没有办法做的，那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它能够用本土台湾的纤维，然后创意的去制造代表台湾文化价值的手工纸。县府甲手工纸协定做县级的无形文化资产，望这项有台湾文化价值、行过100年的传统工艺，继续留伫咱的日常生活史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元宵本来要伫新竹举办的台湾灯会，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也毋过文雅里的里长是继续招当地民众做伙画高仔灯，咱做伙来看。规排高仔灯踮社区的巷仔内挂悬悬，新竹市文雅里长找来250位里民做伙 DIY 亲手画高仔灯，挂在社区内。规条巷仔充满过节的气氛，先做社区内热门的观光景点。觉得很漂亮啊，然后觉得里长很用心，
上面的就是因为灯会已经取消了嘛，对啊，然后在住家后面走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灯，觉得很开心。文雅的光荣也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大家都是同心协力。虽然讲今年受疫情影响，原本要在新德市举办的台湾灯会取消，不过来到这嘛是会感受到过节的气氛。我们这次其实是里内第一次办这样的活动，然后里面其实大家都还蛮期待的，然后都还蛮开心。里内可以成为一个网美打卡的一个新景点。无论是古水的动物，还是在地美丽的风景，全拢画在歌灯顶悬。中基约甲算一下，现场大概有上100基的歌灯。文雅里的居民邀请大家过年期间来这行行的体验热闹的灯节气氛。记者赵君和新竹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金管会发花旗银行600万，因为花旗银行甲消费者信用卡的消费分期无唔对起，变作小单分期，小单无一届600,000，久来嘛影响客户去别间银行办贷款会通收较悬的利息，所以花旗银行损害客户的权益，罚600万。真侪民众拢有咧使用信用卡消费。不过，信用卡的分期佫有分做消费分期甲小单分期，这两种民众敢知影有啥物差别？这2个名词哦，对，不是同一个吗？我都没有用过，所以不晓得。账单是一整张账单分期的嘛，消费是单一个那个，比如说我买车子，然后车子本身去做分期。真侪民众对消费分期甲小单分期的差别并无清楚。消费分期就是由店头决定消费者的分期优惠，小单分期是小单出来了后，由银行决定消费者的分期优惠。消费分期上是消费之后，那我们可能到不同的店家去做不同的分期优惠。账单分期上呢，我们消费完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银行呢去进行我们单笔或多笔每一个消费上面的分期。金管会昨甲花旗银行发新台票600万。原因是花旗银行内部控管机制甲检查机制无落实，煞甲客户申请的信用卡消费分期送做小单分期。花旗银行回应尊重主管机关的决议，而且嘛已经随收证错误的资料，以后会继续改善，确保客户的权益。消费分期或者是账单分期的这个客户呢，都应该要自己再去查阅一下，或者是跟银行联系。那像金管会也好，消基会也好，消保会也好，我们都可以来帮忙咨询一下。消基会提醒消费者，平常时就要来检查家己的分期状况，若是有需要，会当联络相关部门寻求帮助。记者郭碧君、张玉水台北报道。有300种的美国猪肉开放进口了后，政府有提出台湾猪的认证标章。不过呢，各县市的款项无相同，政府要安怎把关，嘛引起质疑。即马农委会甲卫福部拢要加强启动稽查，严格卡手有限，会当做到什么程度，嘛引起讨论。标章、标示、产地注明，也有莱克多巴胺的注明，对猪店到冰厨世界拢看得到。对去年讲要开放内地到即阵，民众敢会烦恼去食到食肉精？袂啦，毋惊。安怎？啊嘛是共款，伊都是反正都是检查好家才有入来嘛，对不？嘛是食。我去美国吃的时候也不会管它是不是来猪或美牛。所以是不会担心，就是吃到来剂。不会啊。火锅就会看标示了，因为你就是吃那个肉。看得到的肉，大部分拢有标示产地，不如果看袂到的原料，像肉包、水饺、火锅料等等冷冻的猪肉加工品，有的只有写产地台湾制品，不过唔知敢有去拦到进口吧。除非你真的买一坨肉，你要看一看，因为混合制品吃2个月完会怎么样嘛？不是说担心你自己吃多少嘛？因为我们去年是还没有开放进来嘛，所以民众不用恐慌。如果从今年1月1号制造的一个包装食品的话，就要依照规定来标示猪原料的一个原料的来源的产地。卫福部爱民众放心，不过标示简单注明产地的来源，并无强制规范业者爱标明敢有含食肉精。那只可惜就是国家目前的标示，它并不是要求你标示有没有含来剂。猪只的这些猪肉的这个再制品已经变形或者变样，甚至加了很多的味道在里面了，所以你很难去辨别它到底有没有
更难了。农委会也释出台湾第一票种认证，不过正正发生大卖场和连锁餐饮店的业者，唔是100%使用国产猪，结果票种又是去互撤回，信用破功。卫福部也因此增加1/4的人力，全台湾100多人加强稽查票市。虽望政府针对票种票市风波当地咧补破网，不过会当悲观到什么程度，民间团体要是存疑。记者阿敏金田6台北报道。过去这一冬，全世界拢在对抗疫情，防疫重要步数就是隔离。其实，伫600多冬前，意大利威尼斯面对鸟车前的时，当时嘛是用隔离这款方法，伊是经2粒小岛来当做隔离的地点。做来看这段历史。船自意大利威尼斯出发，往东北边驶。会人看到一个岛，顶头有规排白色的厝，这就是拉萨路沃夫岛。伫600多年前，若去离这座岛，就表示要过着甲外界隔离的生活。14世纪的时阵，乌西边也就是鸟鼠济4月伫咧拖，正依靠商业甲贸易的威尼斯，就想出这种隔离的方法。Venezia è stata la prima a adottare il sistema dell'isolamento, cioè usare le isole, le caratteristiche del proprio territorio, che è formato da un arcipelago di isole e isolette sparse in laguna. 威尼斯人认为鸟鼠济是经由海路甲船带来欧洲，不过迄当阵无治疗方法，所以甲划本岛的2座岛当作隔离地点，叫做拉萨路，意思就是检疫所。Mentre al lazzaretto vecchio andavano i malati, al lazzaretto nuovo andavano i sani, quelli che ancora non erano malati, perché bisognava prevenire, non c'erano cure possibili. 对于非洲或者是东方来的船，要入去威尼斯本岛进前，船员甲货物拢爱伫咧岛顶头隔离40天，会当看情形增加。这座仓库就是迄当阵采货物的所在，表定也个迄当阵的人留来哩，船员要安排大的所在。E qui stavano in isolamento in queste case lungo il perimetro dell'isola, c'erano delle suddivisioni interne, 10 contumace più 2 recinti indipendenti per i 2 caselli da polvere, le 2 polveriere. C'era anche un uso militare contemporaneamente all'uso sanitario dell'isola. 伫咧岛顶头有教堂、2座蒙阿波，家己形成一个生活圈。伫即马则无搁再当作隔离岛，转型做博物馆。会当看到迄当阵的防疫相关资料，包括挂鸟仔喙的瘟疫医生。只是意大利人可能无想到，600多年了后，新冠病毒侵袭全世界，阻挡病毒的方法依然是隔离。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在镜头来印度，为着要打击猖狂的性犯罪，印度的警方决定要伫交犯案的200个所在导 AI 的监视器，系统会当透过女性的表情出现变化，来研判讲敢是拄着性骚扰也是性犯罪，嘛是会当第一时间通知警方。要不对表情来判断敢有通、敢有准，嘛引起质疑。印度是全世界女性上危险的孤单地之一，平均15分钟就一件性犯罪。为了要保护女性，印度政府准备一个人口上最100个洛克脑200个发生性骚扰热点，装人面辨识监视器。以前监视器只个人翕到女性被人骚扰的过程，若是被性骚扰的女性惊讲被报复无去报案，可能就会纵容嫌犯。即马用 AI 镜头辨识，警方就当化被动为主动，伫犯罪第一时间就派人到现场。कि हाँ रात के लिए ये चीज़ बहुत सेफ्टी के लिए है। अब जैसे गर्ल्स जाती हैं, ऑफिसर्स जाती हैं रात में, देर से आना, उनके लिए ये एक बहुत पॉजिटिव पॉइंट हो जाएगा। उनको एक ये मिल जाएगा कि भाई सेफेस्ट पॉइंट है। 因讲唔是所有人拢赞同这种做法，民间团体讲，敢若用表情来看女性是毋是被骚扰，敢若无妥当。譬如讲，伊伫咧甲人当面开讲，或者是讲电话时阵，面较无欢喜，咁讲警方就来关心。未使女性所有行為拢被監視。लड़कों के हाव भाव को चेक्स लगाना चाहिए ताकि लड़कियों का पर्सनल स्पेस हर्ट ना हो और लड़कियों को यदि सारा दिन कोई कैमरा यदि लड़कियों को चेक करता है तो कहीं ना कहीं लड़कियां अनकंफर्टेबल फील करेंगी इस बात। 面部辨識一直攏有道德甲隱私的證據，包括資料的使用，當事人無法度掌握。
疫情期间，因为封锁令，真侪人拢爱踮伫咧厝内，也互有心人士更加人掌握女性的行踪，甚至保护。所以，印度女性安全的问题，恐惊毋是干那种人工智慧镜头就能解决。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美国嘅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希望载人去火星嘅计划，拜二伫美国嘅德州进行高空嘅试飞，却伫降落嘅时发生爆炸，这已经是第2摆降落失败。也毋过 SpaceX 也是真乐观，因讲因为即马上通知影到位爱改，所以后一摆测试会赶紧来安排。由马斯克创办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所研发的气杆适合高飞机，拜二伫咧德州普卡契卡发射进行测试。当伊直直飞到10公里远的时阵，发动机慢慢熄去，转向水边的方向做测试。We've now transitioned to horizontal and beginning the subsonic test portion of the flight. 伫咧飞6分钟了，高度已經降到1.5公里，準備要轉來地面。We're preparing to restart 2 engines, flip the vehicle vertical, then transition to 1 engine for the landing burn. 無想到講，這個時陣出狀況，火箭的角度錯誤，摔喺塗骹，規個爆炸。好佳在無影響到 SpaceX 踩伫咧附近發射台的氣杆適合集火箭的原型。We demonstrated the ability to transition the engines to the landing propellant tanks. The subsonic reentry looked very good and stable, like we saw again last December. So. 雖然伫咧收尾時陣佫發生意外 ，SpaceX 工程師依然真樂觀，講這邊試飛收集到真濟飛行控制數字，只要伫咧降落這方面加做努力，後一邊試射的任務真緊就會開始。也毋過連續發生意外，要得到監管單位的批准困難度會提懸。SpaceX 希望這種會當回收過使用的火箭，會當實現載人上月球或者是火星的夢想。公司新聞陳慧敏編譯。天氣報道仔來關心，今仔日各地攏是好天，天氣真穩定。未來這幾天嘛攏是溫暖的好天。也毋過要提醒鄉親，這幾天天氣好，空氣品質就無啥好。早起佇雲嘉南、甲高雄屏東，攏已經是到紅色的警示，當地鄉親愛細緻。再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加13度，上懸26度。中部的溫度上加13度，上懸26度；南部的溫度上加15度，上懸28度；東部的溫度上加16度，上懸24度；外島的溫度是12度到24度。感謝鄉親收看今日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柯興珠，將親順心，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